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拍招呼一个。嗨，大家好，说人是我哦。大家好，个等下。咱顶礼拜讲顶一集啦，讲都市传说幽灵船，就是维尼孔大火以及第一工厂的幽灵船，这是幽灵船，幽灵船，这是过去的嘛不算过去啦，这几十年来的代志啊，26年前嘛，所以算讲是较近代的一寡新的故事，唔知影大家感觉啥款啊？风格无共款啊。无共款的风格。其实这个故事是原本我拄开始想要做台语话故事的单元的时阵，头一个伫甲人开讲的时阵，想着讲，因为我是进前先听着别人讲着这个代志，我当然是用华语伫开讲着啦。我想讲，这个物件用台语来讲，感觉应该真无共款。所以我才想讲，无用台语来甲讲看觅但是嘛，囥咧一直无真正去讲。因为即马讲实在啦，台语莫讲台语人，咱有个台语文迄个，有即边迄个吼，讲台语目前讲实在无真普遍啦。尤其是讲，虽然是咱厝诶共款伫讲台语，毋过出去嘛是拢掺淡嘛，真少讲较会好势安尼。你算讲比较异类啦。我的环境嘛无共款啦，可能嘛有条工要使用啦，啦，佫就职的所在嘛有关系吧？嘛有差啦，当然其实一般啦，我伫咧咱的单元伫录音的时阵，我尽量讲的大部分是用大家较听有的台语，就是较无遐济语言腔。我伫其他的所在，比如讲若较有会的人讲话，也是我伫市场需要用一个。伫市场讲的时阵，包括速度，其实因为前2工有我家己的朋友甲我讲，你第一集我有听但是速度实在伤紧啦，我听无。有人会安尼讲，那当然咱目前的讲话速度有慢慢伫放慢。第一是我有伫放慢因为想讲确实我平常讲台语速度会较紧一丝那第二是因为我伫咧市场伫甲遮通常讲话的时阵速度嘛拢会抢时间毋是讲抢时间，有当时是习惯伊嘛惯势因听有，因嘛拢听有就对有当时是咱讲语境语境的关系，迄个环境伫即个环境内底，你有诶真侪物件是大家讲惯势我大概真是简单讲过，讲无清楚嘛无要紧，因为你知影我伫讲啥。所以速度就加足紧，相对接触都听较有啦。相对即个语言腔嘛用较济。那之前我伫 Clubhouse 顶管，我毋知我有甲你讲即个代志，我伫 Clubhouse 顶管有拄着一个漳州人，正漳州人。咱之前拢伫讲宜兰的宜兰腔会带足重，是因为漳州腔重的关系。漳州腔重的关系。到尾咧，我倒迄工拄着即个漳州人就伫网络顶管就甲伊小开讲一下伊就讲你伫一个台语的房间，伊就讲。大部分拢大家伫讲话拢听有啦，因为伊嘛是算讲因的即个闽南语，讲因的话，但是差一丝就是讲，第一就是咱有真侪词是即个日本时代留落来的，是台湾家己打新的发展出来的，等的即款的用法，伊这部分当然就较听无啦，这正常的，每一个所在拢共款。虽然腔口无共啦，虽然发展出来的即个用词的无共款，但是第二个就是讲，以阮大家伫讲话来讲，譬如讲我伫讲。伊可能就更较听有，因为会更较接近因的腔口，因为即个人毋若是漳州人，是漳州市即个
冰河关来的，冰河关我去爬蒙的时阵，伫阮兜的蒙仔顶悬有看到。是哦。嘿，所以冰河关是因为我的即个祖籍，故乡祖籍，毋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是宜兰嘿，我的祖籍就是伫即个冰河关来，因为你若是汉人，尤其是若是漳州人吼、泉州人，我记拢有即个习惯吼，就是你蒙仔，你若去爬蒙的时阵，使甲你看一下，甲你起来看一下吼，你蒙仔顶悬佫加写2个字，即2个字一般就是写讲你是为倒位来。哦，毋那是蒙仔啦，咱的厝内公妈看嘛，有诶嘛会写吼，拢会写。啊，你若是客人，伊会写4个字，因为佫加一个东河堂号。所以甲咱就无啥共款，然后无共款的来源，无共款的做法啦。嘿啦嘿。啊，总共一句就是拄好，佫是共款的即个来源，所以保留阮这边腔其实真济甲真成。包括咱之前有讲到即个腔吼，讲阮即个腔，腔是台南腔，台南腔，宜兰讲腔，毋是腔。啊，即个咱之前讲到即个新腔嘛，吼，讲即个词嘛，真少听到。新腔。听讲嘉义迄边啊，佫有留一寡嘛有，嘉义一部分嘛，可能较我内底看我无确定，但是因都听有，因都会安尼讲，是哦，所以这甲即个腔口真正有关系，甲你的来源嘛有关系，但除了来源了外，咱讲台语毋是讲闽南语，是因为咱家己的慢慢发展成咱家己的用法，咱家己的遮的腔口嘛会做变化。我甲你请教咧，你讲闽南语、河洛话又佫安怎怎分呢？就我所知啦，因为我无过去进一步做功课吼。那河洛话其实讲就是河南洛阳即个所在，河南洛阳较早中原地区，这是一款讲法，但是讲实在我无去考据，我无确定是。因为你应该捌听过讲，因拢讲河洛话。咱有当时过去咱的台语嘛，定互人讲河洛话，咱会讲河洛人吼，因为早期伫咧，比如讲漳州即个所在，咱以漳州来讲，我较熟悉漳州吼。漳州即个所在早期是无啥物人住伫遮，除了一寡原住民以外吼，我讲中国的漳州，早期嘛属于中原河南洛阳，因为经过遮侪年来吼，上千年来其实真侪战乱啊等等的，所以伊其实是真侪人是会迁徙，向南边向南方迁徙，慢慢甲进入的。譬如讲漳州是过去伫东调的时阵，陈元公将军带人来开垦的，所以啥漳州人拜开漳圣王，就是陈元公，就是安尼来，所以伊是较尾期甲落来。原本伫即个中原地区，咱讲河南洛阳，其实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人，好野人，靠好野，较有才调，都走啦，都敢真侪人要去移民，移民你嘛是爱有钱啊，比如讲。当台湾就真侪香港人来甲台湾，来甲台湾来住。嘛真侪咱遮去加拿大，加拿大来美国啦，澳洲啦，等等，嘛是爱有钱。对啦，基本上一定爱有钱。所以共款即个好野人会晓讲官话，即好野人迁徙甲即个闽南地区还是福建地区，所以叫做河洛话传到闽南即个所在来。闽南当然原本有家己的语言啦，每一个所在拢家己的语言，但是随着即个移民入来，嘛会开始参南，参南了，咱当统称叫做闽南语，闽南话。闽南语佫来到台湾了后，咱包括泉州，包括福建就各路州嘛，福建就是包括泉州啦、福州啦、漳州等等微博的那甚至包括隔壁广州就是广东省，广东省迄边就像潮州啦等等，嘛做伙参南了来到咱即个台湾即个所在，那。即个所在伫岛顶县当然伊有家己的发展的历史，所以慢慢佫变成咱家己的语言，伊就甲，就是讲，譬如讲我有听过潮州话，依然其实真侪所在甲潮州嘛有一寡关系，但我听潮州话差不多听有3成尔，潮州佫有无共款的方言，但是整个来讲啦，大部分的潮州话我大概听有3成尔，3成至4成。一直去看回家咯。我以为你问即个问题，我都，而且我这是我无准备的物件，你用问我都无法度，我都无法度对即个歌来讲话。我当发现讲我若对歌看到歌伫讲话时阵，我速度就会使放较慢。憨啊嘛，我甲你丢一下。但是我发现啥我顺续来甲大家讲一下，我拄则有讲到讲第一集的时阵，朋友发现讲速度足紧，啥速度足紧。迄个时阵我敢若列几点出来就讲我想要讲的有这几件代志，我内底是无写稿的，所以我就当作一般开讲。所以正式伫开讲时，我讲话语速就是这个速度，一直去。所以啥后来我慢慢放慢声音，我发现我若无写稿袂使，我一定爱写稿，我就为着
为着要超出这个够伤济，我速度就只好放慢，因为我搁看嘛，搁看搁念吼，啊搁想讲我安怎讲较好，我速度就放慢，因为这拄则你问的问题完全无伫咧过来的，所以我就只好变成讲啊，我就恢复真正伫甲你开讲啊，好伫甲你开讲，我速度就一直去。无紧，我甲你动，无紧，你做你动，我找你来嘛是希望你甲我动。啊，你现在再慢慢来，再去回转来，莫讲像我讲者，我后壁我毋知要讲啥。我知影，就是一位传到一位来，吼，最后来到台湾，发展成咱家己语言。虽然讲台语，但较接习惯用台语，毋是即个闽南语。你会使讲台湾闽南语，这大家有是算讲一个共识，会使接受啦。吼，但你讲台语，当然有一寡族群讲啊，像咱台湾的代表的语言是你台语，毋是阮吼，阮管啥毋是台语。嘛，有一寡人讲，虽然族群有虽然族群的立场，这我嘛感觉拢尊重啦。这拢无要紧，就是毋管你想要听所有即个台语，还是台湾闽南语，简称台语嘛，拢会使，我拢无意见吼。那只是讲，确实你若纯粹要讲闽南语，其实甲咱当地讲的即个台语小可无啥共款，吼，概念无共款，历史嘛无完全共款，这是咱会使去有一丝丝分别就对啦。因为台语佫掺染着咱家己真济即在地即个，比如讲平埔人，吼，平埔族，还是即个高山族等等语言，其实嘛是随着时间过去嘛掺染，咱佫即侪自己的物件伫内底。日本时代因为日本真早期真西化。有即个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时期，所以嘛引进真侪包括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等等，伊无共款的用词入来，甲咱的用语内底，影响着因自己以外，嘛影响着咱的台语。所以对，所以譬如讲咱讲说文，咱讲肥皂，咱讲说文、地裤，地裤这是着较在地台语，原本伊就是用地吼剪地油春的物件，伊有即个清洁的效果。剪地油的时阵春的吼，甲裤做或者地裤会使洗物件吼，但是说文。都无即个词嘛，原本的台语内底无即个词，汉字嘛无即个词，因为伊就是来自即个日本传入来法语，目前的资料是安尼啦。但都有一个真奇怪的所在嘛，有人问过我嘛毋知是安那，就是伫咧日本，说文毋是叫做说文，伊是叫做石简。对，汉字叫做石简，石头的石，碱性的碱，碱性碱，应该怎样？石简，但是伫咧咱内底，咱的台语内底，咱会讲说文。对，所以是毋是因为比如讲在即个差别有无共款的讲法，也是安那？这我无搁去研究，这我无时间去研究。但是咱知影讲，目前大部分的讲法认为讲说文即个词是来自法语，因为即个词伫法语内底是确实是说文的意思，说文是说文的意思，听起来怪怪。但总讲一句就是日本，伊认为是日本时代传入来一款讲法啦。所以咱的语言，比如讲说文，你伫咧漳州还是伫咧福建？咱就可能伊都毋知你伫讲啥。无你讲啥？这我爱问个怎样？好，恁讲个好，对，反正伊嘛有地壳嘛无一定啦，因为这个做法应该是过去就有啊，个地壳是真侪所在拢有啊，所以我捌讲过一解讲，即个地壳甲说文概念小可无共款，想意思小可无共款，就是你讲这代志，因为说文一般咱袂是只讲用地油做出来的，对啦。但是因为地壳慢慢嘛变成一个习惯的用语，所以就算是拄着这新型的即个人工合成的即个肥皂，咱嘛是正常的，有当时嘛用代清啦，讲这嘛做地壳嘛可以，反正只要知影伊是清洁用的物件，其实都会使，所以就即款互相照用啦。讲法是虽然讲法啦，南部迄边较讲地壳啦，咱这保留落来，咱这边就拢讲说文较济。其实这是拢无要紧，咱只是讲，只是知影讲即个来源是啥物决定要安怎用，我讲这就是咱家己的代志，你虽然好，所以对我来讲啦，我比如讲我都无一定坚持讲我一定要用啥物语，除了闽南语，这我讲我是即个名，或者名称我是讲小可无啥正确无准，无遮精准。以外，其他你要用啥物名，我无遐重视，无讲遮重视，我只讲先讲。你讲会出嘴才来讲，来讲倒来咱家己的即个今日个故事，今日即个头前提较长，你向问我一个问题，所以无做功课啦，所以大概啊，若有啥物无遐准确，还是讲有一寡我误解的所在，嘛，大家嘛会使来留话甲我提醒一下，咱伫后壁大家互相研究一下啦，对咱伫后壁嘛会做一寡即个刊物，刊物就是互大家知影讲，毋是刊物哦，毋是刊物，是做一寡即个错误纠正大家知影讲顶个讲有一寡所在会使做一寡调整。
无讲怎人，我无这个够，无人来研究讲爱成雷稿，我们这个都没有雷的。所以以后大家若听这个咱的内容吼，发现讲我讲的速度愈来愈紧，除非是除非是因为时间讲伤久，我可能速度较紧一丝。以外吼，我若正常照你讲正常伫讲，但是说讲足紧的，即嘛已经算较慢一丝啦吼。因为这拢无伫过内底嘛是较紧一丝吼。你就知影讲我伫讲的这话绝对是无写过的，这可能就是无写过的。我若较慢一丝就是有写过的，你大概就知影。好，来讲倒来故事速度就较慢啦，吼，开讲换开讲。来讲，咱今日讲这故事吼，若是为这个你点入去咱的频道内底，应该都看会到，做三王斗长工哦，长工一解哦，说卡数，三王斗长工，虎爷却失踪。三王啊，第三王不是三王哦，吼三王，我不是第三，不是三个，是第三，第三位。三王斗长工其实是一个新明大镇的故事，伊内底总共牵涉到3个所在的3间庙，第一，咱先来讲这3间庙啦，第苏澳的晋安宫，这是发生在宜兰的故事，苏澳的晋安宫，晋是这个晋朝的晋，晋安宫，加官进爵晋，冇人姓这个姓，冇对。伊这个晋安宫是主要是拜这个法主真君，法主真君其实拄开始来到台湾吼，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了后，真济这个中国迄边来吼，安溪泉州安溪的地商炸过来的，来个遮做生意时，甲这个法主真君嘛炸过来，吼，这个甲这个乡会炸到主要是炸去台北，吼，法主真君是台北较济。伊这个信用吼，法主真君或者本名啦，或者张主管。辞官，进前有一个这个恐怖游戏恐怖这个游戏，电脑游戏，做这个我来解释吼，做这个慈姑观音，或者这个慈官，主笔的主，官主在的官，张主官，这是伊的道号啦，应该正式安尼讲是伊道号，慈悲的慈，是为一个修行者来成仙的，伊的名叫做主官，本名叫做主官，官主在迄个主官，官自在，官主在迄个主官。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上，叫张翔。张翔是嘛，你若是漳州腔就念张翔啦，漳州会念翔，但是因为算伫泉州啦，个另外一个字，伊较早人一个名拢过来，什么字，什么号，什么东号，什么安尼，有做伊字叫做基清，所以你嘛使叫伊张基清。这人其实的其，清楚的清，基清，其实的基，清楚的清，个另外一个字叫做克勤。勤应该是念勤吧，勤劳的勤，无合嘴吧，勤，克勤克俭，克勤，应该是勤吧，勤，我印象中的是安尼啦，道号就是咱讲主官、张主官，法号或者元觉，真济名。我介绍伊就好咯。大家平常时叫张真人、张姓者，法主公庙，这款的法主公庙俗称叫做张公庙。法主公庙，法主公，法主公，所以俗称叫张公庙啦。虽然咱讲三王斗张公，就是这个。不是三个人，是伊排第三。三王，那么咱嘛介绍掉，咱先来讲这个。我你真是会乱你咧，讲三王。无紧，那么也介绍掉啦。这个张公庙所，这个晋安宫是对面这个苏南路或者苏南路，南方的南，无唔对苏南路对，这个庙对面是苏南路，俗称或者行宝巷，或是行宝街，是安那有这个名咧？是安那有这个俗称其实较特别的是讲一个俏谈啦，笑谈一个笑亏的代志，是讲。伊个庙门一般即个酒师，咱一般讲男左女右，对无？男左女右，男左，咱的即个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啊，倒边甲正边，一般若讲庙的倒边甲正边，讲的是以庙的门面，为庙来看出去的倒边甲正边毋是你面对庙的无一定倒边，所以
位庙看出去吼，一般的庙吼，石狮倒手柄，也就是在这个龙柄，可能讲龙柄、虎柄嘛会使吼，这个是安尼吼。嘿，龙柄这柄倒手柄咧，一般拢是钢的，吼，你若石狮，所以做钢的。毋捌去注意连钢，我再来看。你这个看卖一个，吼，正柄是木的，一般人来分。但是这对吼，咱这个石狮电脑甲人无共款，吼，伊是正柄是钢的，倒柄是木的。即摆你是讲以庙为主，庙来看出来，安尼就对。庙来看向外口的时阵，伊的龙柄，也就是伊的倒手柄，电都是木的。吼，伊正手柄是钢的。是安尼。这是较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人定定在讲这个木会较大。查某因为过去是讲这个男尊女卑嘛，男尊女卑嘛，男尊女卑。所以讲倒手柄会较大，这间庙的这个石狮木的伫倒手柄，所以讲头前这条街，听讲这条街啦，有一个讲法讲，包括这条街这个顶面的这个店家，大部分嘛拢是头家娘伫做主，有这款讲法啦。安尼嘛趣味噶吼。咱拄仔讲早期是为安溪的这个地上砸过来的，那安溪就是泉州。所以过去是泉州人拜，所有的晋南宫是泉州人伫拜，再知影一个。第二，东山乡，我乡这个字共款，之前我捌甲大家讲过啊，你要讲东山乡嘛可以，但是在地其实讲东山乡，毋管吼，这个有一个所在叫火烧城。火烧城这怎样？火烧城，火烧城，迄是拢变做偌好，还是安那来？火烧城是伊的俗称啦，啥那叫做火烧城？咱那边来讲一下吼。因为遐有一间最有名的庙，叫做三山国王庙，专名叫做南阳大兴晋安宫。这里镇是啥吼？振兴有倍卷这个振。振奋人心的振，对，平安的安，晋安宫，甲迄个晋安宫无共款，我听起就想的就是无共款。咱过去咱是讲南阳平原，特别来念这个音声啦，我调讲念这个南阳平原，这是漳州腔的念法啦。你要讲这个南阳嘛可以，阳嘛可以，这我去查过。南阳讲好啦。但是过去其实有人讲平原，这是较华语的念法，真济所在其实照你讲应该念平阳。但是毋知咧，我伫咧宜兰自细汉到大汉，我学着拢是平原，我毋捌学过平阳，这个平原啊。平原嘛有一款台语念法叫做平阳啦，所以我伫想法说，甲咱头前有南阳或者是南阳，这个念发音有关系，所以小可到最后会伤接近，无我毋知影是毋是安尼，但是因为我细汉听就是平原，这嘛是我个人的惯势，所以原则上我嘛是念南阳平原，我都无伫念平阳，大家就家己见解一下啦，我毋管啦，反正你解安怎听就安怎听，这个对啊讲南阳，这个大兴晋安宫，当然你有伫讲这个火烧城这个外号听讲啦，听讲伫日本时代时阵捌发生过即个非常大型的火烧的即个事件，火烧厝的事件，即个火灾，毋是敢若烧一间厝，较早的厝嘛，臭厝啊，就好烧的，知影？一间烧过，你讲甲你讲啥就好烧的，一间烧过一间，你知影？所以规个船啊，底拢烧，拢失火安尼。迄种足紧大火，所以讲真紧烧，真好烧。即个建材真好烧，烧起来真旺安尼哦，烧了会旺。尾仔创，大家拢避伫咧即个晋安宫内底去希望讲即个神明国王三山国王会使斗保庇。到尾听讲确实，所有的附近遮厝烧到乌麻嘛烧了了，唯独即间三山国王庙平安无事，避伫内底人拢无代志。从此就是讲咱即个三山国王真灵圣，所以。大家嘛对这信用嘛真坚定的对所以这个过去，到尾这个所在附近做火烧城，尾即嘛就是讲迄种就是火烧城。当然因为就是我三山国王庙晋安宫为这个中心的信用权所以迄个所在附近目前是算伫这个火烧城，算伫这个大兴村，所以咱当讲是南阳大兴晋安宫嘛，就是因为伊伫内底安尼，我是讲过去火烧城是这个范围内安尼。互大家了解一下。大兴晋安宫，咱拄仔讲是拜即个三山国王。那三山国王其实过去人讲只要拜即个庙的拢是即个广东人、客人伫拜所在。讲迄落客话较济。其实无解
精准是因为确实伊是客人败，但是伊是潮州客伫败。潮州客潮州其实离即个漳州非常之近。因袂晓讲咱一般定会讲像台湾有即个什物四线腔啦、海陆腔啦，即个客语，因是袂晓讲客语诶。因本来就袂晓讲客语，伊讲诶是咱讲诶过去诶河洛话、闽南语，毋管你要安怎讲啦吼。来到台湾人讲所谓台语吼，毋管就是因是甲咱伫讲话诶吼，但都毋是讲客语诶。所以指南宫其实一直甲即个为指南宫开始啦吼，一直甲即个布拉坑迄一片过去其实拢是潮州客。咱伫讲潮州客，甲一般咱讲客人，佫无完全共款咯吼。潮州客生活诶所在，但三山国王是为都这样讲，主要是潮州人伫拜吼，其实是为中国广东诶潮州府来诶。主要是潮州人、潮州客以及即个漳州府南平，就是南部即边伫咧拜。南部就包括咱讲江浦、平和、云霄、诏安这几个所在吼，伫东山遮真侪人拢是为遮来诶。像我一个即一集嘛，我应该是即集讲诶吧，就是讲我即个蒙仔，阮厝诶蒙仔就是平和县吼，就是为即个所在来。即个三山国王咧，其实指诶就是三位山神，叫做金山、明山、独山。金山、明山、独山，这个金是这个毛巾的巾，金啊，迄个金，金山、明山，明天的明，明天天明嘛会使吼，明天这个明山、独山就是独身的迄个独，独山，这个独山就是三王。伊每一个王拢有家己的名啦，大王、二王、三王拢有家己的名。这独山就是三王做标准。侨郡，侨家大院迄个侨，英俊的俊，侨郡标准。当然因的来历，因为迄是发生伫中国的代志，我都无讲较济啊。要安做先的这我拢毋讲啊。那全台湾宜兰县的三山国王庙上济，足济，有40外间，目前估计40外间占台湾大部分拢是伫遮。那甚至有一款讲法一款看法伫讲，东山乡宜兰的东山乡有50%拢是客人。有即款讲，咱讲客人是讲潮州客啦。不过啦，我认为即款的讲法无介正确。第一，当然因拢无人会晓讲客话，这正常的因为潮州客嘛不晓讲客话，潮州客本来就不晓讲客话。无啦，客迄边的人嘛，拢有即款讲法，然后较有岁人拢讲家己是客人，因为安尼讲，我嘛捌拄过。但是伊嘛讲伊嘛拢袂晓讲客话，我想讲毋对，你袂晓讲客话正常的，因为本来就毋是迄款客，无共款的客。无正式讲客话迄种客。伊是潮州客。讲完即个三山国王庙，过来就讲即个五结日干，吉日干华语叫做立泽简，但是咱叫做吉日干，对不对？对，就做有名的。其实伊是来自即个甘仔兰语，甘仔兰人的话，甘仔兰的话原本叫做黑的甘人。你吉日干上有名是啥？吉日干上有名是啥物？登山河啊！清水公园呐，范围嘛是伫遐无毋对吼。其实黑的甘人即个名吼，伫咧甘仔兰人的话内底，过去听讲就是休困的所在的意思。迄个所在因过去因的一个社吼，吉日干即个社安尼。即个咱这第三间庙就是伫吉日干即个所在，叫做永安宫。永安宫即个所在，那原本即个甘仔兰人吼，伊住即个所在，啥会改名？咱当然讲做黑的甘人吼，啥变成吉日干哦，几落款讲法啦。不过咱遮都先无讲啊。只是讲伫咧即个清朝咸丰年间咸丰皇帝的时阵咸丰年间，甘仔兰人迁徙去嘉义湾社，嘉义湾有听过无？有，我知。嘉义湾其实嘛算伫五结啊，伊嘛是伫东山河边啊。无错，伊东山河佫较外海，接近即个南洋溪的所在，东山河甲南洋溪有一个接触的所在。伫咧五结，即个嘉义湾社其实佫会去牵拖着花莲，花莲的嘉义湾社，花莲嘛嘉义湾社发生过一个嘉义湾事件。但即个部分以后咱有机会再来讲，嘛甲甘仔兰人有关系。那讲当然吉日干本身其实是南洋平原溪南地区上主要的即个河港。嘉庆年间即个清朝啦，嘉庆年间真侪即个福建的军民你坐船的时阵希望讲受到保庇，惊讲这风影伤大等等，所以因定定甲马祖湄洲马都带伫身躯边分灵安伫咧家己船顶安尼保平安定定希望讲会使显圣来甲因斗相共。
那甚至讲伊有啥因是河港有当水量无遐悬，甚至希望讲马祖看互即个海水会使较悬一点，船较好开一摆，你知道？啊，就开一摆甲吉勒干即个所在吼，顶挖口停口安尼。啊，到尾即个吉勒干基面就甲遮留落来，留伫即个树仔骹遐一丛青啊，吼，榕树，一丛足大丛的青啊。就起一个即个草路吼，草仔厝来拜即个留落来妈祖，有的人可能离开了，都无搁甲炸转去啊，无甲带转去，慢慢拜，搁发展成一间庙。吼，即个前行政院长，现入的立法院长，或者尤锡坤，但是立法院长无毋对嘛？我无啥去注意，应该是啦吼。伊嘛捌写过一个bài变吼，吼，即个送互即个庙，因为即个庙历史嘛真久啊，吼，做历史人文庙南洋第一宫，吼，写甲真水气啦，即个名安尼吼，是即算讲庙内真特别的即个挂变bài变安尼，吼。那吉勒干永安宫的发展呢，逐个会使去看一本叫做《宜兰县定古迹》。吉勒干永安宫妈祖的神奇宝贝，后面真长吼。你若要查找哦，直接查找即个妈祖的神奇宝贝就会使。神奇宝贝就是神奇宝贝，大家听这名就会知影啦。吼，这本册这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出版的，因为这不是广告啦，吼，因为我拄好伫别位编着这本册，我真趣味，想要来介绍这本册安尼。咱来讲即个长公斗三王即个故事，三王斗长公拢会使吼。这个故事其实无讲伊年代是啥物时阵啦，但是知影讲是真久以前老一辈留落来一个故事安尼，伊就是讲因为即个所进安宫的即个信徒吼，要进入到即个山底吼来抽查。但是即个长公吼保护长公，就是咱讲即进安宫的主神吼，法主公。首先就知影讲吼，伊遮信徒来去山底、去山内吼，深山哪来拄着危险？现在拄着危险，迄个时阵山顶有高山族、大洋、泰雅人吼，惊出草，惊因来出草吼，所以就定暗中伫咧甲保护伊的信徒，即个泉州人，讲既然讲是泉州人伫拜，叫保护。惊叫即个原住民去甲出草安尼，所以就甲斗相共，甚至就出现讲即个原住民要来出草，要来杀即个泉州人吼、苏澳人的时阵，准备有即个弓吼要射箭的时阵，突然天顶就降下一个乌面的即个大汉，大汉一大即大个人吼，2公尺外，2米外，手内佫摕着大刀，面骨乌乌安尼，我惊死吼，向伊咧破过来吼，但是迄刀要甲伊破过来。害遮个原住民惊着四界走，所以去保护伊家己遮个信徒安尼。当然，因为原住民真熟悉因家己即个山内环境吼，走遍偌久了，因就伊佫自做伙啊，大家佫捡做伙。即个时阵拄好拄着一阵即个东山火烧城来，即个居民路过吼，准备嘛，伊嘛是要准备要上山，想要错一寡竹啊，错竹啊，要出草即个原住民吼，迄已经失败一届，真无欢喜。袂爽哦。就拄好拄着即阵嘛是共款啦，拢是恁汉人嘛，拢是即个住伫平地人，拢共款。就来处理即阵，甲因对杀，就要杀遮个人，安尼要甲出草，甲因惊甲即个火烧城，东山火烧城的人惊甲四界拍走，死伤惨重安尼，活落来的人咯，走较紧的就走登即东山火烧城，就去甲即个大兴进安宫的即三王甲诉苦，其实应该是讲甲三位国王拢甲诉苦啦，三王特别生气，三王就想讲。好啊！你这长公伊就想讲你这个法主公安尼，你有明明就是神明，你有分别心，你敢若保护你的信徒，你敢若保护你所有进安宫的进安宫的这信徒，这泉州人，我这边的信徒，主要是主要是潮州人，你都拢免讲，放好死，就安尼，所以非常之无欢喜，非常生气，所以伊就去找这个法主公要算小啊，你知影讲你哪会使安尼？两个就开始玩起来，玩起来了就定下日期，定下日子讲好，紧的呢，咱来拍一场看谁较厉害，讲袂出车嘛。电鼓机电鼓机，无毋对。
三王咧倒来到伊的即个晋南宫了，又透过当机机身来下指示，甲伊即信徒讲，我不日就是我会经一天啦，要甲即个张公要来决斗，要来甲伊决斗，所以咧，恁来帮我准备一寡物件一寡饭菜，来犒军，准备好即个天兵天将有一寡物件通食，安尼，即个菜碗为因的即个庙口一路就排到布拉坑桥，为晋南宫东山晋南宫，因为布拉坑拄好算讲是伫东山乡甲苏澳镇的中，所以一路就排到布拉坑去啊，因就是安排伫咧布拉坑遐要相拍，要斗法安尼，到了长江咧，其实即个布拉坑你一看，原本还阁是出日的天气一时间狂风大作，风沙漫天，一个色色山河震动，布拉坑熊熊变甲安尼春秋不见五载。暗明明就好日咯。附近的人敢若听过乒乒乓乓、铿铿锵锵、战鼓齐鸣、刀剑交击之声，无人看到发生什么代志。但是感觉讲有两边的势力伫咧布拉坑交战，战到后来已经是山河为之震动，星辰为之暗淡，你已经看无见。规个布拉坑拢伫咧震动，敢若讲即个山谷随时会崩坏共款大家惊到要死呢，都开始想哇，心中要斗法，但你看袂到物件，敢若规个敢若随时敢若地动共款所以佫一直传出奇奇怪怪的声嘛。无人敢我，到底附近的人是惊到要死，无人敢我，敢若因为拢也毋知影啥，因为你看袂到物件，心中你相拍你嘛毋敢凊彩活，所以大家就敢若敢跪伫厝诶，伫遐拜伫遐拜，祈祷啦，拜托你今日结束哦，这代志不得了安尼，想袂到因两个这张公甲三王。正甲咧天乌地暗，一寡武功三王嘛非常凶猛即个张公法力高强伊是修道的嘛这两个拢真厉害，两个生命拢输出因家己即个本顶本顶拢非常之好选领家己厝的即个自家的即个兵马上阵拼甲已经黄昏为早起拼甲黄昏，听讲布拉坑溪咱讲这是山谷有一条溪即条溪水拢变红色啊，迄红色安尼真恐怖即个小斗即个斗法一直持续延续到第二天的下晡当真久，大家已经惊到要死啊火烧城的即个居民惊讲讲咧舞落真正毋是办法你也无法度叫性命动啊但是已经惊到死，即个所在若无法度带人嘛毋是办法，不然可以上衰，因为拄好伫咧即个东山甲苏澳中间无伊的代志所以就只好咱今日来找其他的生命斗三工去到倒位咧，就是咱拄则讲的即个吉日间的永安宫，请妈祖来斗三工妈祖做公亲无毋对和事佬调停啦当做调解委员会感觉来做和事佬咧所以就来甲即个妈祖报备讲请妈祖斗三工你来主持一个无安尼毋是办法，我都袂生活你无毋对惊讲有发生一寡伤害安尼妈祖咧，经过即个妈祖的即个指示甲同意伊就同意讲好，来为我永安宫来斗三工，伊就派出虎爷，因心坎下骹有一个虎爷，虎爷的即个神枪，代表妈祖啦，妈祖无方便家己亲身出马，伊就派虎爷，毋是出马伊出虎，派虎爷来去甲布拉坑来做调停，毋知影神明之间是安怎讲的啦，咱无法度了解啦，凡人无法度了解因安怎讲，总讲一句，因即阵拍到第二天的即个半暝，咱讲下晡已经火烧城走去永安宫想要找即个妈祖斗三工继续搁伫烧战战到即个第二天的半暝，雄虎爷到了无偌久因为是甲虎爷即个神枪是神尊规个请来主持伊是请到即个大兴晋南宫内底直接请去庙会内底，因为离遮较晚嘛请去即个晋南宫内底去甲讲，希望讲虎爷会使斗三工去甲伊讲，所以就无偌久了天地之间就雄一片平静落来啊就雄甲一片祥和安尼心肝拢凉，捌发生什么代志共款无风无摇，咱讲无风无摇安尼大家就较安心嘛但是即一阵咧，其实既然拼较久双方其实拢互有损伤就是拢有一寡受伤的所在啦无遐简单就结束即个三王伫咧即个张公一刀甲破过来的时阵听讲一个闪身闪是闪过但是无顶这头叉互伊一刀破落来所以即个遮就小可有去死角擦
嘿啊，长工其实嘛无占着什么班级，嘿啦，两个啦实力相当大，一定拢会互相受伤害啦。无错，伊小腿吼，听讲嘛，伫即个时阵无啥物去画一刀，所以伊嘛受伤啊。所以变白卡听讲这两间庙进前的人吼，伫讲战后无偌久吼，这战后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咱讲战后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第一次新明大战吼。这新明大战了，三国王庙中即个三王吼，伊的即个神像吼，伊即个无啊顶管即个头插向落落来。讲新明的头插咧向落落来，这毋是好代志啊，歹去点想讲要甲念转去啊，安那念？拢念袂掉，一直落落来，一直落落来。同样即个晋安宫吼，伊即个长工，咱讲伊的小腿互划一刀对无吼？伊就毋知啥遮向出现一个刀痕，伊即个感觉伊的神尊顶悬出现一个刀痕。啊，你迄插吼，安那甲补插，咱甲补插一直落插，无法度补起哩，永远拢安尼，一直落，一直落。啊，当咧，到尾到底是当时结束即个问题，就是即个长工甲三王大战了吼，即个因两个吼都开始有心结啦，你知影？一定有诶嘛。彼此之间，因为虽然当今日看在即个永安宫妈祖诶面子吼，啊好，咱暂时休兵吼，但是两个一定是也未讲好嘛，所以听讲吼，你即个三王就是决定讲，我都无爱去你扫，吼，无爱甲你长工扫地盘，无爱甲你来往啦。共款长工嘛，无愿意来甲东山吼，我无爱要甲恁即个潮州人，甲恁即个三国王诶地盘吼，所以若有所有诶机民加减，无可能讲敢若泉州人啊，譬如讲伊嘛有人是信用即个三国王诶，想要甲即个王爷吼，请等于国王要请等于因遐要拜要创啥。你经过不拉坑迄边吼，行毋知影哪行，敢若咱讲鬼打墙，讲行袂到咧，行到尾奇怪，我应该登来登山，共款长工嘛无愿意过溪啊，吼，大家都以即个不拉坑溪为界，不拉坑为界啊，拢袂见啦。嘿啊，过了一段时间吼，因为这咱代志爱做较好吼，所以后来即个妈祖，甚至包括观音菩萨吼，你若去永安宫看，除了头前正殿即个有拜妈祖以外，一般真侪拢安尼，妈祖庙后壁定定还会拜菩萨，包括宜兰听讲即个宜兰迄间叫做照应宫，嘛是妈祖宫吼，共款嘛是拢有拜菩萨。对因来讲，观音菩萨甲即个妈祖定定是共款意思，慈悲的感觉嘛吼。都透过即个菩萨甲妈祖来从中来调停吼，来甲大家说一个意啊，小好解一个啦，解说一下讲啊，这其实是误会啦，吼，大家拢为着你的百姓，对，长工毋是挑工要迄落就是无要管你的信徒，当然就是咱即无去注意着，误会啦，嘿，绝对毋是讲分别心啦，若知影当然嘛是去甲斗救安尼，所以慢慢即代志甲平稳落来，然后大家好啦，咱就即个凊彩啦，好啦，本来就嘛无讲遮无欢喜之间安尼，所以到尾听讲好了无啊，国家发现讲，即个伊这头插三王的头插一念，就掉啊，就毋捌落来啊。啊，这奇迹啊！你这长工伊共款这小腿顶悬即一刀吼，这落插的所在才佫补咧，就毋捌落插过啊。拢感觉那就对啦。但是发生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因为当初是这大战的时阵真乱嘛，大家都惊到要死，佫看袂到物件，天乌地啊嘛呢。为即个永安宫，吼，即个火烧城的居民，请去调停的即个虎爷的神像，吼，神像、神尊，现在你要安怎讲吼？虎爷，吼，请到即个永安宫，毋知是安那，吼，当时伤乱啊，逐个嘛拢毋知影，无去啊，所以虎爷判决，嘿，虎爷调停，啊，煞无去啊，嘛无人知影去倒位啊，吼，所以到目前嘛，毋知影讲到底。有人听讲有人去即个晋安宫捌找过，但嘛无发现即个虎爷，嘛毋知互请去倒位啊。是哦。所以目前吼，我听讲真侪人讲，所以是即个华语的讲法，但我毋管啦吼。反正就是即个永安宫，就是吉来干即间，吉来干永安宫的即个虎爷，迄个位佫伫哩，吼，就是妈祖的即个神龛下骹即个龛，即个龛佫伫哩，但内底无虎爷。好，头前放一个香炉，香炉是写虎爷的香炉，无毋对，但是内底是无虎爷。无非即个虎爷去做牺牲者，这都毋知影。但是即坑就加一坑底，所以大家以后若有机会去即个永安宫去看觅，看迄坑无虎爷的虎爷的空间安尼，嘿，有香炉啦，但是虎爷都无去啊。哎呀，知影迄就是虎爷呢？虎爷就是固定伫咧神龛下骹迄个空间啊。哦，安尼。咱若去大部分的庙的，除非有真特别的用途，真特别的。讲法，甲虎爷踩伫咧红架道，伊敢算红架道？
敢若就是嘛算是啊，就是拜道顶悬啦吼，真少啦。一般的虎爷拢是伫咧庙心坎下骹，因为你所以你有影拜时，你也希望讲要求财要创，你拜拜吼，爱看者看因庙有虎爷无吼，伫心坎下骹。我毋知会使无，伫心坎下骹，你会使看觅有虎爷无？真侪人若要求财去做业务诶，拢会希望去虎爷斗相共。所以因着你看有诶庙吼，因即个虎爷头前着一个碗啦，一个啥，顶外囥即个即个美食，就是名片，名片啦，美食我知。即个美食顶悬大部分你也去遐边看觅，大部分拢是做生意，还有即个业务诶，大部分拢是款。虎爷就是拜鸡卵啦，等，伊爱食鸡卵，听讲爱食鸡卵，所以就是安尼。但是独即个经即个永安宫内底有虎爷诶位，无虎爷伫哩。是敢若迄即个永安宫即个有虎爷尔，真侪所在庙拢有虎爷。是嘿，像我即礼拜昨昏我拄咱录音诶前一工吼，我拄去即个宜兰东角庙，宜兰东域大帝庙，东域我知道，东角庙去做因诶活动诶评审，因嘛是有拜虎爷，因诶大地东角大地下骹即心坎下骹嘛是有虎爷，共款就是有一个盘顶悬囥真侪人诶美食有拜物件，安尼啊，嘿对，所以真侪庙拢有。真侪趣味啦吼，所以即个故事吼是互大家了解者讲过去有即个三王斗场讲虎爷煞失踪即款的故事。对吼，安尼趣味啊！即个故事有好算无？不是趣味就对，安尼无去。毋知个都嘛毋知影。真好奇，是即个虎爷安尼无去咧，应该会还佫转来啊。这都毋知影，无人知影到底虎爷去倒位。问妈祖，无你讲问妈祖问会着嘛？无一定。无你讲妈祖嘛想讲伊出去算路仔去，是在去啊，嘛毋知影。放伊自由。你讲即个故事，即个故事真趣味嘛？你有啥物感想无？听即个故事。我感觉尾仔安那才神圣啊！既然咱烧斗。虽然吼人这有做人性啦，虽然迄拢家己好啦，你讲迄场讲伊顾因遐，其实伊嘛无毋对啦，讲实在。你讲今日即个虽然诶心不一样啦，你会烧啥食，你嘛顾你，毋过想袂到讲伊无甲伊斗相共，你其实完全怪伊应该嘛不完全对啦。对啊，其实咱讲5支手指头伸出来就拢无平等嘛。你诶囡仔，你5个嘛是你对倒者。所以咱嘛才有即个所有诶信用权诶即个观念嘛，对吧？或者以即间庙为中心，我主要照顾范围外。对，逐个拢共款啦。所以讲这两尊神明有啥嘛有影？真有人性感觉，敢若人共款，真故事听起来真亲切。虽然顾家己安尼。其实这故事内底咱嘛会使听到一寡过去甲历史有关系诶代志，比如讲汉人甲即个高山族原住民之间诶冲突。比如讲咱怎讲有即个大洋诶出草，两边之间其实有真侪冲突。人若挖山顶去，汉人若挖山顶去，都会拄着即款诶冲突诶问题。因本身嘛是要维护因家己土地啊。对啊，伊诶权益，伊诶生活领域，伊无希望你进。你甲打着我诶，有些讲你亲门大户啊，你这是亲门大户。人也毋是来你诶，即个比如讲平地你生活所在伫咧出草啊，就是你家己走入来。对，这是一款。另外就是咱会使知影讲，即个汉人诶族群嘛是定定拢分区域。譬如讲你讲，咱讲所有晋南宫迄边就以泉州人为主。当然，咱进前伫咧即个，毋管是巴仔族入兰吼，还是讲伫讲宜兰的溪南、溪北的故事上，拢有讲着讲，因为宜兰是以漳州人为主的所在，所以分别啦。无对，所以当初是毋管是即个潮州人甲泉州人做伙，甲即个漳州人伫相拍吼，咱讲海岛凊彩吼。来到溪南了，就继续迁徙吼，所以泉州人向南徙到所即个所在吼，因为遐有港口，遐适合出海吼。那即个潮州人吼，就较正式为主，像东山咱即边都是正式啦、种地啦、种稻啊啦，等等。对啦，比较较有一部食物就好，植物就好。咱就使知影讲即个族群吼，甲伊诶区域其实定定拢分较足清楚。会啦，拢会啦。当然一部分是咱生活习惯吼，做事的方式无共款。第二其实嘛，定定有一款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即款讲法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其心必殊吼，就是讲。
讲的话无啥共款，腔口无共款，对啦常常嘛发生冲突就是对啦，安尼。误会啦，真济凡说是来自误会，一部分是来自咱只要语言无遐通对，认为讲伊甲咱无共款。对啦对啦。过去冲突真正是安尼发生的，包括伫现代咱嘛是常常嘛是会啦，啊，毋过就是讲多一点包容啊，包容是上重要的，是真重要的代志啦。你看最后毋管是啥物腔，过去分啥物泉州人、漳州人，最后嘛是爱南做伙，对啊，咱嘛补一个漳泉人，嘛是爱讲变成合一个做台语。你像讲即马咱遮吼，北部带南部啦，啊南部咧带中部啦，就是共款意思嘛，对无？在台湾都无偌大啦，嘿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好，今日故事讲完啦。来，毋知影即边咱即个三王斗长讲好野说失踪的故事，你敢有介意？长讲无毋对吼。这集嘅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言互我。另外，当到即个 Instagram、Facebook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讲互动。我今日这结尾也无差。好，就是安尼咯，大家再会，拜拜，下礼拜再见，拜拜。